第一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若是做风台，就会影响交通。船班甲航班因为风台的关系，唔是取消就是延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咱做伙来看到，这读做言，读言第5条。照古早大语字典解释讲，这个言，也有一个音读做言，这拢是小弯一个，咱讲小延一个。若是讲日子小弯一个，咱讲是延日；若是延长时间，咱讲是延时。啊，若延期会当讲是延长年限，嘛会当讲是按定日子，搁再延后。另外，延长会收，咱讲是延收。这里也有另外一个音读做前，同款嘛是拖着耽误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词，两个汉字是同款，也毋过读音无共，读做延前，意思就是延后或者是耽误，嘛会当讲是延迟、延缓、延签。第二个词读做延缓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本来按定明仔载你要举办研讨会，因为风台影响的关系，飞行机航班去延前着，高不离3种都要小延缓几工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延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前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